经暗，有阿里马太的好野人来，名叫约瑟，伊也是耶稣的学生。迄个人去见彼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。彼拉多吩咐着予伊，约瑟受迄个身躯，用清气的幼布包伊，下伫伊家己的心的梦，就是伊伫石盘所拍，就高大地石伫门口离开。安息日后，7日头一日，天破光，玛利亚要来看迄个梦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主的天使对天落来，高开迄块石来坐伫顶面。天使应允迄个妇人人讲：“你唔免惊，因为我知恁咧找顶十字架耶稣，伊无伫遮，因为伊已经告我，照伊所讲的。” 恁来看主所到的所在。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，已经暗。学生因为惊犹太人，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。耶稣到店伫中间，甲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已经讲这话，就用手甲协议互因看。学生看起主就欢喜。耶稣伫学生的面前，佫有惊侪信者，无记伫这本册，多记者的，互信耶稣是基督。 是上帝的囝，信就伫伊的名得到荣耀。
主耶稣啊，我愿你再来。